台北的宝林地设即刻发生食安的风波，台北市长蒋万安就下令，伫台北所有的宝林分店拢先停业。外界也伫咧要讲，敢是有人去下毒？蒋万安今日表示，无排除任何的情形，也继续追查这食品工厂敢有提供予北京的餐厅。目前追查到地这宝林地设用的粿仔条是由新北市业者制造提供的，也已经要求这业者停止出货了。门口大暂停营业的广告，餐厅内底是暗搓搓。台北市未素食的餐厅，宝林地设若像食物中毒的案件，风波是持续扩大，累计已经有几个人就医。到目前为止，新北市卫生局接到通报，4个人是新北市民，其中2个人已经死亡。市长侯友宜表示，会全力来配合调查。我们现在全力的配合台北市跟中央，就有这个事件全力的调查。宝林地设的案件造成2个人死亡，台北市长蒋万安下令，所有伫台北的宝林分店拢下令停业。嘛讲第一时间相关的化验，并无检出一般食物中毒的细菌。外界嘛关心讲，敢有可能是有人下毒？蒋万安讲无排除任何的情形，嘛会持续调查，确认实在的厂商敢有供货去其他的餐厅。我们都不排除任何可能，因为现在不只是我们的卫生局、食安官、疫调人员、检警都已经进入调查，已经全力配合这个检调啊，一切跟随政府啊，他怎么安排我们怎么配合。业者强调讲，一切配合检调的调查。台北市卫生局指出，目前送病院的民众拢有食过粿仔条、甲河粉，进一步向源头甲下游的厂商追查，发现扩大到湘北，目前已经要求供应商停止供货。就是说，我们往上去追，所以说它供应这个食材的厂商是在新北的某一家公司。那目前我们查到，台北市只有一家在南港的一个公司它是属于中盘商。那我们还继续往下追查。宝林地设的粿仔条由新北市的业者制造供应，目前已经知影有卖予3间中盘、甲4间餐饮场所，另外还佫有招少供应予差不多10个番仔。卫生单位已经要求相关的业者自主落市甲回收，嘛暂停搁卖。稽查人员嘛甲相关的官僚查回去，还佫有做成品的抽检，检验的结果上紧1礼拜内会出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